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，有真侪争议。国会助理今仔是邀请朝野立委人士，予以撤回提案。民进党团的干事长郑嘉宾，阁有真侪民进党的立委人士，强调讲要以实际行动，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。民众党的立委陈昭基嘛参加联署，阁讲伊的办公室的助理嘛拢有来联署。法务部是指出讲，这案涉公共利益甲廉政，建请参考各界意见，爱斟酌来研究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推动助理费除罪化修法，引起众人的质疑。国会助理初到发起联署，呼吁撤回提案。到那已经得到下党派办公室要300个助理参与联署。工会11搁一届发声明，甲国会助理话讲爱为家己的权益站出来。联署发起人嘛邀请朝野立委做伙联署。今天呢，我们再一次的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，民主进党以及我们党团的成员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。我们支持更健全、更透明的国会助理制度。除了民进党团来收听，在野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嘛来签署支持，佮讲伊办公室助理嘛已经联署。他当然也有权利为他自己可能以为受损的权利发声，所以我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仁都签署了这个助理工会的这个联署单。陈玉珍提出修法的内容，防止其恐惊会严重损伤助理的权益，也佫有700多万工会助理预算的运用。民进党团认为应该推动立法院工会助理任用法，甲工会助理的任用法制化、透明化，才是头路。8亿多全部拨给113个立委，每个立委就是多了779万多了哈，这个数字。那这个数字你们拨出去，后边立委要怎么统筹运用？立法院管不着。法律如果这样规定，我们当然就这样执行了。我会认为说，在一些的经费的核销上面不用减负单据这件事情，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。不论立法院的组织法是否修法，那助理费的资金来源仍然属于公帑。而对于任何公职人员来说，公款公用都是很重要的准则。法务部进一步指出，这个案涉及公共利益甲廉政要求，希望收集各方的意见，谨慎来研究，而且以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，难度增加立委的费用或者是台旧的规定，应该为后一届开始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